話英國人應該了解多啲中國歷史文化。周恩來重申港人外地懷孕妻子唔會獲得特權。中國同越南同意以談判和平解決南海爭議。各位，總理溫家寶展開英國訪問行程，參觀咗莎士比亞故居。溫家寶話：希望英國人多了解中國嘅歷史文化。咁又參觀當地嘅中資車廠，主持新車開發儀式。由林子豪喺英國報道。總理溫家寶去到伯明翰附近嘅一個小鎮參觀劇作家莎士比亞故居，一批英國民眾同埋華僑到場歡迎。溫家寶睇咗一出短劇表演，佢話自己亦都讀過唔少莎士比亞著作，又話中英應該加深了解對方嘅歷史。中國人應該說是了解英文，但我也希望英國人了解中文。政治家可以在談判桌上爭得面紅耳赤，但是你仔細問他們並不一定了解對方的歷史。我絕不做這種自以為是的政治家。只有尊重一個國家的歷史，尊重這個國家人民的創造，才能奠定與這個國家友誼的基礎。中方早前話過，中英兩國喺文化同埋歷史上面都唔同，喺一啲問題上邊有唔同意見係在所難免。而今次安排總理溫家寶參觀莎士比亞故居，就要增強雙方喺文化上邊嘅了解，而唔係單止講經濟合作。溫家寶之後參觀位於伯明翰長橋嘅 MG 車廠。MG 汽車公司早前被上海汽車集團收購，溫家寶主持新型號房車 MG6嘅出廠儀式。